傳來粵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？原來我已自那片火海中淌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不刪了他？我知不該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與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急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來分處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知今世最後需要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聯絡你？是我在這一天遇難，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。甜蜜那陣時，關掛日子，總講到帶淚眼。其實人生無常，想講再見太難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與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？在無人以後去牽絆你，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知今世最後所要的人兒，只想是你，必須是你，很想被念記起，即使淡淡微微，就算這片刻被嫌棄，都想着留言說好想你，可惜最美未夠運氣。有沒有一絲？要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，早變陌路人，常有幻想是大忌，這號碼應該長眠於手機。就算死亦別再騷擾你，若覺得這惡作劇真的很頑皮，在告別式給我帶淚奔喪的情人，只想是你。